粹的文学总集。而在这些诗歌之中，我们若就也有蔓草，也有蔓草，零露浦西，有美一人，清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兮。也有蔓草，零露攘攘，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语语皆章。任何一个民族，其纯粹文学的产生，往往都以诗歌最为先驱，中国自不例外。所以一部《诗经》，除去后世为它披上的那层道德教化外衣之外，便是中国一部最早最纯粹的文学总集。而在这些诗歌之中，我们若就其内容加以分类，应该可以归纳出3种最重要的主题：一、宗教；二、民生；三、爱情。其中爱情诗占了极重要的分量，也是最多彩多姿的作品。而且若由上述3类诗歌产生时间的先后来看，爱情诗应该是最早的，因为男女欲情是与生所具最为原始的情感，而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唱歌是表达情感最动人的方式。等到有了文字之后，把这些表达男女爱情的歌谣记述下来，就是爱情诗了。所以爱情近乎是文学最古老最普遍的主题。中国是极重礼教的民族，礼教是一切行为的规范。在礼教形成而日趋严密之后，男女爱情表达的方式也逐渐受到严格的规限。爱情的表达方式既受到限制，则作为表达工具的诗歌，不仅形式或内容，也都要随之而变得含练隐蓄。因此在礼教形成之后，从注重礼教的贵族阶级产生出来的爱情文学，便不容易看到那种率真坦直的男女之情了。要看率真坦直的爱情文学，在空间上必须转向礼教功用无法充分发挥的民间，在时间上必须转向旧社会礼教已逐渐解体的现代，或礼教尚未臻严密的上古社会。像这首《诗经》正风的也有蔓草，就是产生在礼教尚未十分严密且又遭到战乱破坏的春秋时代的郑国民间。这首古老的民歌所表现的正是一种不受礼教束缚、直率开放的男女爱情。当然，这种赤裸裸不穿上礼教外衣的爱情诗是很不受道学之士所赞许的，更何况它在作为儒家伦理教育经典的《诗经》上。然而它却很真实地表现了春秋时代性爱相当开放的郑国人民的爱情观。这种形式的爱情在春秋以后的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只是被礼教粉饰掉罢了。在实质上，它仍然是一般男女追求欢情所可能产生的直接行为。因此我们将它选入出来，用以列示对男女真实的感情所透显而出的欢乐。一对男女在野田草路间不期而遇，女孩非常漂亮，眉目看来是那样的婉丽，男孩内心很是愉悦，这正是他所日夜想望的好对象啊。他们彼此搭讪示爱，都觉得对方很让人满意，他们就这样互许了感情。这篇诗有2章，按诗经一般形式的通则，连类对句其前后2章的意义差不多。这篇也一样，前后2章只有最后一句的意思略有不同，其余句句相对，意思完全相同。也有蔓草，零露浦西，也有蔓草，零露攘攘，这是这幕爱情剧的背景。地点是在蔓草丛生、
露水甚多的遍地。此一背景使这份情爱蒙上一份浪漫。率直带着原始野性的色彩，也使人性脱去种种礼教的束缚，自然坦蕩地面对一份无需矫饰的爱情。这种爱情色彩与被层层礼法包裹，处处要言行如仪的贵族式爱情截然不同。同时蔓草、林鹿皆有新的作用。朱熹诗集传，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鹿之间，故复其所在，以其心。言也有蔓草，则林鹿谱意；有美一人，则清扬婉意。所以两章前二句之诗，一则以写男女情爱的空间，一则就当前景物，以兴发慕爱之意。这种手法在诗经中是常见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关，雌雄相应之声；雎鸠，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藏并游而不相狎。诗先咏关关相应，能守定偶的雎鸠，以兴发君子之匹配淑女，也能慎守夫妇真定不二之道。就这原则来说，这篇也有蔓草，也同样使用了此一手法。露水之普降，以滋生蔓草，不正预示着比男女之渴望对方恩爱的滋润？朱熹知道前两句有比兴之意，但以蔓草上林鹿甚多之态为预示比女婉丽之容，却没有体会到这两句真正的比兴之意。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有美一人，宛如清扬。这是描述比情爱对象的容貌。这仍然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爱情。比男子在田野间偶然碰到一位女子，一的容貌非常婉丽，比男子不由得生出爱慕之意。邂逅相遇，是我愿兮；邂逅相遇，与子结账。这是抒发不期而遇，经过示爱而终得两情相悦的快感。不期而遇，当然就不是预约的优惠。这种爱情非长时间培养而来，而像突然碰击所产生的火花，显得非常浪漫而热烈，是一种颇具野性的爱情，而且其感情的进度非常快速。第一章是我愿兮，是男性单方面的欢悦，比男子必一向想望着某种理想的对象，今天乍然邂逅比女子于田野间，一的容仪正好符合他的理想，内心不由得非常欢悦。至第二章与子偕章，则已进展到两情的相悦。当然从是我愿兮到与子偕章之间，必然有种种示爱的行为，只是省去不写罢了。这种开放式的爱情是不被礼教所容的，但放到今日的社会，或尚无礼教不很严密的社会，却是很平常之事。春秋时代本在礼乐制度形成之后，但经过战乱，礼教崩坏，再加上郑国风俗开放，所以能产生这种坦次率直的爱情诗。诗经是儒家教化的典籍，所以一首很单纯的男女恋诗也可以被冠上一番大道理。诗序解释这首诗说，也有蔓草，是欲时也，君之则无下流，民穷于宾阁，男女失时，事不期而会焉。苏辙诗传解释此诗也说，正人失得君子，以披其高者，庶几邂逅见之，以示我愿。这都是道德哲学的附会，加上这层道德的外衣之后，反而使一首多彩多姿、活活泼泼的爱情诗减低了它的感染力，变成僵化的教条文学。最讲道学的朱熹把这些民谣直接看作爱情诗，应该是正确的。像这首诗
很明白的就是写男女情爱的欢乐，实在没有必要往教化上去附会。但朱熹指责这些情爱之诗，淫非仍然是道学眼光，其实发生于民间的爱情诗，没有经过文士，往往都是如此的坦率。南朝民歌戏曲中的《梦珠歌》，道逢有野郎，恨不早相识，愿得无人处，回声与郎报。比起这样大胆热情的歌谣，这首也有慢草，实在人算含蓄了。